现在先介绍海陆腔的声母，跟着老师一起念哦。b b p p m m f f v v d d t t n n l l g g k k ng ng h h 到了尾，老英文字母嘅自然发音动向桥，學起來應該動過去咯。下條嘅三隻聲母是貼起佢哋下嚟，z z c c s s。挑戰嚟z c s後邊加 h， 是咪像國語嘅捲舌音同樣哦？ z z ch s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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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 r。挑戰你堂都買同嗎？客語的 z ch sh r， 繞國語的 r sh sh r 還是有差別的。客語的是把舌頭放平就可以了，不要把舌頭捲起來哦。國語的則是要翹舌，也就是捲舌。另外還有一些字的開頭是沒有聲母的，像阿公的阿，你愛冇愛愛，拼音的 on， 昂的昂，這種沒有聲母的，我們稱它為零聲母。下頭你來做聲母的連續，請記住音音用 ng， 聽着 汪用 v on 汪用 v 啊，你 v 啊，鬼你冇啱係聲母哦，啊，來用 l 愛來，暖 n 文暖用 n， 否 f or 否啊用 f， you 啊，你就學貼片咯，用 rh 打晒記起來哦，手斯用手 s， 記本來記用哥一記哈，等用來等用的心，那用辦法來學會，該愛那個刮胡起來咯。因為你自然拼的時間，拼音的時間，心你是不是寫 sin，getting 會是加一隻 i， 所以呢，你寫 s 或是 si 全部做對啊。皮膚的皮用 p， 讀書的讀用 t。